不是聽人家講家有一老，槍有一寶，唔不卡有老寶比麼？唔對佢哋有幾了解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靜姐姐。接下來嘅影片，我要帶大家向下來了解我哋身邊嘅老阿公、老阿婆，來了解到底乜嘅係老化，人老嘅天窗會讀到乜嘅過程，還有乜嘅健康嘅問題。除了安尼，阿靜姐姐咪愛帶大家向下來學習同理心，來了解老阿公、老阿婆佢哋睇上乜嘅，還會讓我關心我哋身邊嘅老寶貝呢。開始我哋來談看啦，到底幾多歲才算老人家？一般係65歲以上就算老人家哦。根據國際衛生組織嘅定義，65歲以上人口，那係佔人口比例嘅7%，就係高齡社會；有14%就係高齡社會，那係達到20%係超高齡社會。加我哋台灣呢？台灣喺2018年3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，一天那係到2025年，我哋就係超高齡社會。另外，根據人口資料嘅預算，到2050年，台灣高齡人口嘅比例可能會有40%哦。安尼，我哋再來談看啦，屏東縣到底有幾多老人家嘅人口？超高哦！比全國嘅比例加改多，大概會有20%咁多。屏東縣係台灣南部高齡人口增加最明顯嘅地區，就因為安尼，我哋嘅故事將會對呀開始哦。喺屏東縣內有一個樸實又有人情味嘅西式客家莊，一隻最特別，係台灣第一個綠植園區。可能會想乜嘅係綠植園區，其實係為咗愛幫老人家也係實質嘅裝備，做得睇下自在又快樂生活所設立嘅友善社區。我哋故事嘅主角阿克就係喺西施村，同爺愛阿公阿婆喺鄉下，阿克一下喺竹田國中讀1年生，係一個該有效嘅青年呢。夾爸夾妹做生意嘅時間冇固定，故所阿克咧畢業以後，都會去中途嘅客家文物館陪阿公阿婆鄉下歸屋卡。阿克咧嘅阿公阿婆雖然多歲嘅，不過佢哋當日農會數簽署，鄉下去西施客家文物館參加活動哦。咩因為有些事嘅身體狀況又較差。阿克咧發覺佢哋同以前冇乜嘅共樣，最近又發生一些事情，本阿克咧面目頭頭，近來竟然唔是阿公阿婆，咩唔知怎樣嘅關心搭同佢哋養親。阿克咧同阿公阿婆佢哋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我哋鄉下來看看啦。有一日放學咧，阿克咧同阿公阿婆鄉下過去木下。到屋卡發現，咦，阿公嘅身體有一些的怪怪。哎呦，讓我不時感覺頭腦昏昏，目睭又花花，看起來有樣老咧。阿公，唔看起來，佢從冇爽快呢。等一下，我同唔量一下血壓好誒，量血壓嘅呢，睇奶啊，一個唔係。一個咩唔係？誒，乜人總令我變睇啊？啊，睇啊！誒，阿公人咧？阿公唔睇片數係麼？係啦，一下拗清楚啦。阿公唔頭腦昏昏，係望到我用架實。下一拜我很愛拼啦，阿公，你先坐定聊一下，等一下我同你量血壓。阿妹愛，阿公，你血壓用會按高喏，等一下落去醫院檢查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又想屙尿嘅啦。誒，阿公。
頭先唔係能學講了誒。影片結束，各位同學，我哋腳下上課啦，唔認為阿公係樣嘅咧。做啲同先生也係同學腳下討論一下，咩做啲分享唔自家度過嘅經驗麼？一個影片到也暫時結束。下一集，阿靜姐姐會同大家講阿公到底樣嘅咧，敬請期待。